府即马是当咧拼这净零减碳，也毋过所有环保团体是抗议讲，这政府呢毋若无积极，甚至搁退步去，呼吁爱来落实这建筑物供电设备标准，1000平方公尺以上的新建筑呢，一定得爱来设太阳能的供电棒，若无就无通实现减碳的目标。污光执法不上路，污光执法不上路，净零减碳走绝路。 净零减碳走绝路。环保团体伫行政院门口抗议，呼吁政府爱伫年底公告建筑物到供电设备的标准，而且爱照当时草案内底适用范围落去实施，袂当分阶段实施。环保团体表示，若是无伫即马就开始做，会无法度实现净零减碳的目标。所谓的 NDC 3.0，那里面就特别提到，我们国家应该要在2035年的时候，这个屋顶光电的装置容量要提升到18个 gigawatt， 这样从现在开始，每一年我们都至少要新增900个 megawatt 以上的屋顶光电，那才有可能会达标。另外，环保团体也认为，内政部推出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，要提高社会韧性，增加危机意识。但是危机发生的时，能源自主是真重要的代志。若是即马无紧公告建筑供电设备标准，这是增加风险的代志。 行政院请尽速公告这个执法，要维持公司建物和工厂屋顶皆为适用范围。我绝对反对分阶段试行，只有建立必要的屋顶光电点位密度，台湾才可能真正具备能源韧性和灾后恢复的能力。如果排除掉私有建物、私有住宅，就是把最有潜力的屋顶空间全部都白白丢掉。内政部伫今年2月有公告建筑物设太阳能供电发电设备的标准，这个草案规范新的建物、改建的建物，若建筑面积1000平方公尺，大约300平以上，就要设太阳能供电棒。民间团体要求政府唔通搁拖拖刷刷，爱紧公告实施。记者陈心东、曾俊佑台北报道。